女人咧，其實係好有能力去旺自己嘅。咁我依家咧喺度分享3件事，睇下你會唔會有呢3件事嘅出現去旺自己。第一件就係情緒穩定啦。咁情緒並唔係冇情緒喎，而係咧係需要懂得去控制情緒啦。咁遇到事件嘅時候咧，就唔好衝動，係啦，就可以咧淡定有錢剩，亦都可以控制你嘅情緒之下去解決所有嘅問題。唔係叫你用負面嘅情緒嚟解決你依家出現嘅問題喎，係要將你自己嘅內心平靜落嚟，你嘅情緒平靜落嚟之後，咁樣去處理呢一個問題，咁樣自自然然解決嘅方法就會出現噶啦。女人旺自己3個方法。Number 2，唔知你有冇試過咧？提前預知煩惱咧？你有冇試過喺你做一件事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諗未來咧有幾難啦，有幾多要解決嘅問題啦？又有冇試過，當你做一件事嘅時候咧，就會好多障礙經歷走翻出嚟啊！呢件事我都做過噶啦，都唔成功噶啦，即係已經落定晒呢一啲預知嘅同埋你預設嘅煩惱，去消耗你嘅能量咧。你可以試下將呢一個感覺感受去完全放低佢先，活喺當下，專注喺你嘅當下，咁你嘅結果係一個有意識嘅選擇嚟嘅。女人旺自己第3種方法，成功愛速度。試諗下咧，你自己成功嘅事情裏邊有幾多件事咧係你把握到嗰個機會出現，而同時你即刻作決定而成功嘅咧？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知道呢件事，相信你哋一定會有嘅。所以你要回想一下，好多時我哋見到機會一出現嘅時候，我哋立即去做決定，同埋仲要馬上行動，咁先至把握到嗰一個機遇，嗰一個際遇嘅。